君鸿您好，这里请坐。真粉很好，俩抢错。真粉很好，俩抢错。你好，想向您请问，我父亲给我的房屋权状不见了。很好，上头请高兴。我有顶下的房屋权状唔见开啊。很好，上头请高兴。我有顶下的房屋权状唔见开啊。请问我需要办理什么手续？请问我有偏不嘅收收？请问我有偏不嘅收收？这需要申请权状补发。请问您是房屋所有权人吗？俩要申请权状补发。请问现监係房屋所有權人？俩要申請權狀補發。請問現監係房屋所有權人？是的，房子登記在我的名下。係啊，補下登記我的名。係啊，補下登記我的名。請提供您的身份證和印章，請稍等一下。請提現的身份證和認祖，請等一下。請提現的身份證和認祖，請等一下。最近果園忙嗎？你參果主編不忙很忙？你參果主編不忙很忙？最近忙着採收，比往常忙一些。唉，沒辦法，勞碌命嘛。你參無限採收，比之前較無限一條，無法度勞碌命。你參無限採收，比之前較無限一條，無法度勞碌命。你要知道，勞勞碌碌較有福。哇，很學的勞勞碌碌較有福。哇，很學的勞勞碌碌較有福。我記得你們家的果園很大。我記得現任部下的果主編真大。我記得現任部下的果主編真大。真的，每天果園都引來一堆猴子。哈，猴子？就這樣，突然果主編攏寫落去親口。就這樣，突然果主編攏寫落去親口。吼吼吼！是啊，猴子跑來偷吃橘子。係啊，猴就到偷食柑子。係啊，猴就到偷食柑子。我們的果園都遭殃了。那真的是花果山的猴子無法無天。咱的果主編真慘。敢就這樣係花果山的猴，無天無地。咱的果主編真慘。敢就這樣係花果山的猴，無天無地。想必造成很大的困擾，你們如何解決？天出造成真大的困擾，現應用做解決。天出造成真大的困擾，現應用做解決。唉，沒辦法，還是要和鄰居和睦相處。無法度，也是愛和貴人好好相處。無法度，也是愛和貴人好好相處。只好多種一片果樹，和他們分享。只好加種一片果樹絲，和貴人分享。只好加種一片果樹絲，和貴人分享。你們辛苦了，先和你收書狀費80元。現人辛苦啊，先甲現收時創費80塊。現人辛苦啊，先甲現收時創費80塊。跟您說明一下，這個書狀補發審查確認後，還要公告1個月。甲現說明一下，你個時創補發審查確認了後，也要公告1個月。甲現說明一下，你個時創補發審查確認了後，也要公告1個月。滿1個月才拿出來登記。滿1個月才摕來登記。滿1個月才摕來登記。登記好了，屆時會再以電話通知您。登記好啊，就是要擱打電話通知現。登記好啊，就是要擱打電話通知現。了解，請問到時候需要攜帶什麼文件呢？了解，請問到時我需要嘅文件呢？了解，請問到時我需要嘅文件呢？
领件时，请记得要携带这张单据和同一个印章。两件的事，请记得要随立张单据和空一粒印纸。两件的事，请记得要随立张单据和空一粒印纸。我们届时是认这张单据和印章。我因到时是因立张单据和印纸。我因到时是因立张单据和印纸。如果那时候您不克前来，委托人也要带同一份单据和印章哦。假使假使迄无法度来，委托人嘛会随空一份单据和印纸哦。假使假使迄无法度来，委托人嘛会随空一份单据和印纸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记得不要带错章。收据给你。好，我知啊。好，我知啊。记得唔好随唔错印纸，手记得很。记得唔好随唔错印纸，手记得很。给你一张我的名片，如果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询问。得很这张我的名片，若有问题无总打电话来问。得很这张我的名片，若有问题无总打电话来问。收件单据上有领件承办人的电话分机号码，有两件新配人的电话分机号码。有两件新配人的电话分机号码。你在过来前可以先打电话确认是否可以领件。过来之前，无总先打电话确认是唔是无总两件。过来之前，无总先打电话确认是唔是无总两件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好，多啦很。好，多啦很。